讲关你什么事？你刚好就绿灯哦，绿色的芥末哦，制作单位就还有黄芥末，你们知道的吧？那红色是辣椒哦。一面蝙蝠嘞！如果你是演的话，我会推荐客家电视台，如果有缺演员。确定那赵明哥想来躺荣明姐的吗？还是我们先打一架也可以？先打一下。爸爸，你要心情用哎。高兴，快乐。干通哈。终于有一餐不用他做。You are what you eat 哈。那我应该常会变汉堡啊、炸鸡啊、泡面，别芋头，还有榴莲。嘉荣，你自己过来，我可以帮忙。没关系，该这样有吗？哎，球哥跟咬仙呢？让我钱滚回来。手机4条头油。爸爸，你知道那个打报警的时候啊，要打只要110嘛哈，帮我打。好看见哦，有眼哈，爱煮马盖。翻译赶直猪。切推冇问题。哎，哎，刚刚那个可不可以教一下我们切堆个部分？哎呦，中的味道。厉害厉害。请看看瞬间变成什么的智龙花轮。有，那我就当美环好了。哎，伊家子做呢来到 T6几啊，然後發現到呢個沉水站嘅經營動力和菜色越來越高級，大家沉水站嘅菜色都像是主廚私房菜一樣。哎呀，逐擺咧留洋嘅時節，逐擺咧煮出嘅時節，很遲到咧到嘛嘅5星級嘅盤點啲哦。真嘅。哎，就算喺度5倍哦，叫做5星級串燙，哎，都沒有他們做的好吃。厲害。哎，我這句話會不會得罪很多人？你一直得罪。好啦，花梅公安島，我幫你圓回來。好，許夢。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之前呢來分享到阿資料師傅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資料。陽光好，大家歡迎到係林俊傑林師傅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阿李師傅好。馬上你來分享到你鳳出嘅沉水站係來自屏東聯絡，也嘅爸爸老妹跳下來哦，李有福大哥老李家榮，歡迎。哇！還有精神哦。嘿呦，俺講關你什哦。麼事？爸爸報復好唔好嘢？你特別要歡迎。不要這樣講，阿志啊，來看一下，咱是條片係來自推俾新一屆阿叔老75強下來，記得係車兆面林榮明。歡迎。哇，看到這兩張就綠線哦，動翻來喲。哦，而且係阿叔嗎？阿叔哦，75。哦，跳下來了，要喊大家嘅熱狗餅跳下來。嘉榮自己做的。家榮太賢惠了吧！我今天有做比較不一樣的，就是它裡面除了內餡之外，它還有一點QQ 嫩嫩的在裡面。好香，而且它是不是有減糖？對，因為想說就是中秋節可以跟家人分享，然後我就是把它做比較不要那麼甜。哎，不過講到哦，佢本身係主持人呢。好厲害哦！又會主持又會主持嘞。啊，不跟你一樣嗎？對，那你可以取代他了。喂，太水門人啦！而且哈，有福哥呢，心想摸耶，講摸耶有什麼感都會做比試了。拜。然後應該咁講，佢平常是動靜，不過吼，拄到梅兒去到酸痛哦，是變黃的。真的，他剛才一直在傻笑。我昨天坐高鐵，我從屏東上來，然後我昨天到桃園是晚上11點半，然後我爸爸就是有特地來接我。哇，前世平常情人這時候，他已經睡了。好好哦。你要是說那個高鐵今天停開，他也過去聯絡在南部。哦，或者說哪一天高鐵倒，他會把它買下來。他今天如果在那個美國飛不回來，爸爸也開飛機去載他。他如果在火星，爸爸還坐火箭嘞。嘉榮有結婚了嗎？還沒，有男朋友嗎？還沒。哇，那這個地方我們繼續訪。不要理他。好啦，冇，這個訪到兩片就好咧。因為我啷講，非常厲害。因為對主持人來講啊，和對我們做甜食當中的強調啊，這個減糖飲食很重要。超重要，特別對你這種人身材。我是減糖加減肥。對。好，今天全台灣首次發表的減糖飲食，榮明姐讓台告紹介一下，這個是什麼？这是糖尿病可以喝的，是椰糖做的。對，它裡面有一大個這個，一大塊那個是橄欖嗎？椰糖嗎？这个是梅子，哎呦，还有柠檬。那堵喉就因为一直那呛，我给个柠呛出来檬是這個碱性的。好好喝。
那个是椰果。这个是椰果。对，啊，做的什么？可以啊，椰果是碱性食物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带来这个简单一笑啊，自然跟民购哈，我们旁边的赵明哥，他是台北很厉害的建筑工会的历史长，台北加油！然后今天还是我们荣明姐的最佳助手。对，而且荣明姐刚够就是对于这个健康饮食懂有研究啊呢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所有料理哈都非常的控起来。对。梁祝哈，今天来到节目的现场哦，anyway 考验一下看看煮菜它的那个细节度。哎呦，到底是玩什么游戏？等一下所以琼下来揭晓。好，看一下都带二的 PK 马海，马上来进行。向前变看啊！这一关会用神奇的方式来考验两厨料理嘅基本功有几层，还有对食材嘅认识有几多。当然，福卡人之间嘅团结合作，你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都帶你 PK 超了，夠嘛嘅你？嘿，莫緊款相勢，等下兩廚吼恁定來教，負責輪流試吃啊。另外一個廚吼負責來團。我假使另外一個廚有團炒，有猜對是哪一個不一樣，是做得到一分哦。沒問題，我們這邊有主持人，又有暖男，一聽就在。我們這邊理事長呢？哎，還有現在剪刀石頭布，好，剪刀三條布，剪刀三條布。那你們先吃嗎？吃。好，剛好有點餓了。哦，那咱嘴搶球會了。能講緊本意呢，那個三個燈裡面哦，有一個是不呢？但是一定不是黃燈哈，一蒙昧。師傅都在有牛膏。哎，今天要搞的 TV 它呢，抢它搞的是人家台湾的小吃，鹅啊米刷。哇，感謝，我動頭但是先。呢，要3人地杯呢，我有一3人我說到。出台的鵝誒，蒜泥當雙呢，鵝啊米刷。啊，跟住酒聽啦。所以他個團購呢係慢人食到，要玩當雙呢。那一定講到白話文咁係意思就係講，三家店嘅地盤就有熱飯嘅蚵仔米線係平人煙咧。要2年呢。那是蚵仔米刷醋。哦，啊，敢是蒜嗎？敢嗎？敢是蒜嗎？敢是蒜嗎？唔敢。唔敢。我練先啦，冇問題，安老師。我沒有那麼衰嘛，對不對？哎呀，你一定懂水。啊，表情我來哦，表情。哎呦，貴口咧，冇聽下來呢。哎，是要續玩嗎？為什麼？表情。為什麼？唔係算，講實幾把鐘唔得騙人哦，天才都攞不。為什麼？看他表情是唔會算的。他臨時改戰術呢。哎，你剛好講咩講大沙圖係用表情都，哎呦凍蒜。好，啊貴口食落去哦。假的，改啊！看我，快來！哈哈哈！你說哈哈哈。為什麼？為什麼？我越想不出來，又想翻了嗎？走在榮明姐，你是不是都很餓哦？為什麼？哎，怎麼戰術都跟剛剛不一樣？我們剛哎，會酸嗎？要不要喝個水？不用。你知道嗎？這面糕啦。這面糕是得酸呢？這面糕嗎？榮明姐的眼眶有點紅。再不決定就我決定咯。我們就揀這面哈。好，這面好。既然係有福阿公，你決定係雞，那就你而起款啊！好，吃給我們3號機的大哥看。為什麼？有什麼？你不用演哦，你是要講實話哦。將來標準主義就專業。只要你嘅標準。哎呦，剛有都有希望，我們問評審。但吹個慢人食到搶嘅卡數。我是都會完全緊張嘅。有酸。阿珍你嘞？你沒緊張感，我只能說兆明哥非常能吃酸。兆明哥。然後有福阿哥得到一分。馬上來你呢，就來攻守交換。
除了欧面线之外，还有嘛个电影界的食物咧，强师傅咧公布一下。好，天意配合呢，我请大家是那个可口的抹茶饼诶。哎呦那其中呢有一只嘅是那个呛那个瓦萨比饼诶。大家看看那嘞，好，黑慢饮食多。瓦萨比哦，为电木节哦，我超爱。确定？而且你刚好就绿灯哦，绿色的芥末哦，制作单位就没有黄芥末，你们知道的吧？那红色是辣椒哦，自己改题目。好啦，三民主皮好了哦。好，请民主阿姐先来开始。其实个馅料冇按到呢，灌叉咯，所以从对炸鸡类啦。有茶米冻香，你就看到啲电木节了哈，有哎，它又有流眼泪的感觉。怎么会呢？是想到前任哦。心酸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黄灯，有福哥最少一半哦。太辣了，他没办法讲话，你就大概知道了。金敢吞落饮管，一面变疯嘞。而且还就退掉，你看哭不少。有福哥，如果你是正常的话，你很会演哦。好，我觉得我们看够了。我觉得有福哥你真的很厉害。如果你是演的话，我会推荐客家电视台。如果有缺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嘉荣的表现。还想再吃一口吗？所以他们的战术是两沙毒还要用石头芥末，然后第一位是上头干苦的时间。我想讲嘉荣走在线让第三台，对啊，有福对不对？有福啊！哈，要同享。因为我现在有同享，而且还有口福，就很你石头。某闪耀天，既然荣明姐摸狗，就你来试。没有，我觉得博谦要来，因为是你一开始就选他的。我们有福同享，不用，好不好？博谦来就可以了。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好不好呀？博谦来就可以了。也杀也板呐，感情不会散呐，来修就修，嘿嘿嘿嘿。荣明姐，一人一半怎么样？不用，荣明姐不是。我看到它颜色就不一样。哎，吃。我真的不用吃下去。你们对有福哥有需要这么惨吗？他刚才吃，他真的很呛。要吃一半，他吃多少你吃多少。他刚才超呛，你刚才哈气的时候全部。哦，你好厉害哦！他刚才吃那么大口，好难吃哦。個糖果要嘛芙蓉煎人行過百葉。豆腐就豆腐嘛。哎，聽夫都聽夫啊！嘉榮講嘛，給記住 M 嘛。啊，聽我，你看最後還是聽女兒的啊，對不對？好，決定了。那兆明哥喜歡躺榮明姐的嗎？還是我們先打一架也可以？先打一下。要吃一半，他吃多少你吃多少。你刚才哈气的时候全部。哦，你好厉害哦！他刚才吃那么大口，好难吃哦。他刚才是真有福哥，我敬你。不用，那剩下来的就吃完就好。好嘞，转来了，转来了。这题太难了。哎呀，太难演了，因为呛很难演。所以爱用讲起来，有福阿哥哈，仅仅值得大家的烛台总上。真的是搏命演出。这一关要选的是谁吃到绿茶口味哦？哎呦，我们有选对啊。没有啊，是选绿茶口味，不是选芥末口味。你哪有？我没有吃到红胎的哦。好啦，爱用嘅件事就係代表講，咱準備吞出嚟，所以咱準備得到一分。得到一分，唔過呢，先休息一下了，看一下嘅咩生之食譜，帶來乜嘅好料嘅，我嚟老太自家分享咯。主廚素魯菜，今日生之食譜我嚟教大家了煮菜，唔過呢，大家都要看詳細哦，哈，因為大家有隨堂測驗，做得得分數哦，好冇？好，好，先問一下師傅，菜名係乜嘅？挑絲蚵誒。
特斯有诶，偶尔哦。偶尔对，啊，但是应该不是酸的吧？对啊，这因为兆明哥最爱吃藕哎，嘿，結果去大家200多血嘞。真勁哦。呢個偶爾其實來講咧，當有應用，因為呢個係用豆腐做嘅。哦，呢度咧，我就撈呢個係板豆腐，哦，板豆腐，我就幫佢炸水，幫佢個水分咧流脫，好，剩下呢個豆渣。好，那這邊還有那個嫩豆腐，好，然後炒個豆絲嘅，好，呢個度呢還有個海苔醬，因為海苔醬有個海嘅味道，然後我會撈呢邊呢幫佢有個海梅，還有大概太白粉、豆絲，還有海苔，好，撈2種那種有海的味道嘅食材，好，呢個係荸薺，哦，香菇粉，還有七葉插，那最後還有個薑麻，嘿，那首先第一步驟呢，我先來做那個藕尾好嘞，那個藕尾呢，我第一步我就撈那個板豆腐，好，還有那個荸薺。老師，應該他講現撈啲那個弄乾是怎麼樣子，可以教一下大家嗎？你做的用兩種嘅共用嘅碗，哦，撈那個碗裝滿的水，幫佢炸差不多30分鐘就好了。壓出來水分。嘿，哦，所以蛋常用衛生紙可能唔辣糟。都唔得，我用較重嘅東西幫佢炸水。入邊那個荸薺，哦，還有那個海苔醬。所以海苔醬它是現成的，還是你自己怎麼做？其實去雜貨店都買得到。哦，好，還有個超市也有啦。超市也有。哦，還有個太白粉，好，還有個香菇粉，好，海苔，好，幫佢搏一下嚟。哦，等下師傅做係偶爾嘅鋪粉。偶爾。這樣子，哎，你有福哥恩英整坤哦，避免等下嘉榮回去跟你點這道菜。你現在還在那個對不對？還在嗆。因為我也還在嗆。哎，剛剛有福哥，你真給挺有誠意耶。對啊，你幾乎是吃一個呢。我上嘅唔會按水煮到。結果。哎，給妹一起買樂透。嗯，好，好，幫佢炸一下嘞，好，就把它變成兩個內餡。好，那個內餡呢，你做的，好，幫佢兩個地瓜粉，好，幫佢戳戳嘅就好了。好，這樣子。哦，可能有些雞太。你要做那個牡蠣嗎？做的啦。那種日本生食級的。講到這個藕哎，怎麼可能海龍王不出來？對啊，那就飯酥粉啊。嗯。不過真緊哦，沒有任何的。你睇荤菜變仔菜，會靠幫阿生之死。哎呀，糖醋排骨的排骨你有辦做？排骨就幾種方式，呢種呢要做到較切嘅，做到用個油條，呢度呢塞那個有口感嘅，像那個地瓜啦，還有個芋頭，那做得幫你炸一炸就酥酥脆脆的。哦。那另外一種就係撈那個麵蟲啦 ，QQ。哎，係咩？有人講排骨嘅凍甕啊，係馬上哪一家師傅就做過用甘蔗來起台。那個做的用牛蒡或甘蔗。哦。好，兩片呢，好，幫佢燒肉，好170度，好，幫佢炸。韓國做即係偶爾有一家好處，就是講緊袂緊破緊死。嘿。但是問題就是說，為什麼他要像粉菜嘅偶爾強用，還有粉帶有粉，它直接那一破種？因為就水分，我幫佢較濕潤一chút嘞。哦。咁會炸起來會綿體啦，啊，這樣就唔會，啊，就像藕嘅。嗯，糟糟嘅。哦。好，兩片呢就幫佢炸了。好，又嗰邊幫佢炸，一片了。哎呦呦，嚴謹哦，嚴謹哦。出題目了。好。下邊那種豆腐有太特嘅成分 ：A. 芙蓉豆腐 ，B. 杏仁豆腐 ，C. 百葉豆腐。這不都豆腐嗎？好，我睇下有想法嚟把先標到先關度哈。好，先來剪刀石頭布，排球瑪莎。派一個人，不然榮明姐跟有福哥呢，兩個人猜拳。來，剪刀石頭布，瑪莎讓嘞。有福哥。好，有福哥你先來寫。那個係真嘅咧豆腐啦。對，應該是這樣子啦哈。嘉榮口難弟，很難選。你的直覺跟爸爸有沒有不一樣？可是我的話，我會想要選 A。完了，那這樣子有福哥也會想選 A 了，因為嘉榮講嘛，佢記住 M 嘛。有福哥你。我當日啲做飯，我都唔知談過有嘛芙蓉杏仁，韓國百葉。豆腐就豆腐嘛。哎，豆腐就豆腐啊。而且聽我你看最後還是聽女兒的啊，對不對？好。就係 A 啦。A。好。那阿叔咧，就邊個？你知道的。B 到 C 哪一種？那個係真嘅咧豆腐。B。榮明姐，你的想法是什麼？百葉就是。
那个素食在吃的百叶。对，想差点讲成百叶窗了。该摸穷用，所以你觉得这个是有豆类的成分？好 C 吗？对，确定哦。那赵明哥喜欢烫荣明姐的吗？还是我们先打一架也可以？先打一下。赵明哥，你觉得是 B 黑吗？哎，那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OK。哦，所以杏仁豆腐胜出。好了，正确的答案是 C 百叶豆腐。对不起哦，福哥。荣明姐，掌声鼓励，她才是最懂吃的、最懂养生的。做乜嘅咧？百叶豆腐主要的成分呢，是大豆蛋白、油脂、淀粉和一些添加物。芙蓉豆腐主要是卵、老柴鱼汁、糖，所以完全冇调类的东西。杏仁豆腐其实佢咩豆腐，佢是甜品的一种，有杏仁啊、糖啊、牛奶啊、嫩粉啊做成的，所以咩冇调味的成分。谢谢。好，来看一下两片呢，大概偶尔就炸好嘞。好，酥酥切切，哎呦就好嘞。你那个啊，也是没有藕维的成分。对，没有。但是有调味嘅成分。有调味，有太调。好，两片呢就捞一束嘞，大概姜嘛，我帮你切一下嘞。好，电下了，帮你煸姜。其實韓白做咧考住 T 就係講哪一種豆腐嘅地步嘅卵拍結下豆，這個也蠻難的，因為大家在選擇豆腐，其實先孔凍豆啊。其實那個蛋白質比較多嘅係板豆腐，因為佢水分較少。對。水分較多係黏豆腐，其實冇乜嘅營養啦。做的是大概板豆腐較好。我有聽過，有啲人分享講，因為芥藍豆腐吼，佢嘅熱量下高，其實對想要減肥嘅人來講，盡量莫選芥藍豆腐。那你還那麼愛吃？我喜歡吃嫩豆腐。但是剛剛冇講到，百葉豆腐其實盡量莫按夾上愛選，就是因為它是油炸的，而且你剛剛說它裡面化學成分很多。好，第二片呢，好就幫佢揉，好幫佢炒一下嘞。好，我覺得現在命中率最高是有福哥，因為基本上你公媽該都是對的。還有我們榮明姐啊，對 DGI 飲食的了解。好，姜嘛幫佢煸姜，還有調絲，還有調油。調時冇按豆哈，做的。其實最不會猜是我們兩個，所以韓白 AD 就我們站在中立的角度就好。對，我們不要。好，第二片呢，幫佢好炒到姜妹出來，好攞一出嚟燙。你看，個湯就要碰接觸到木帶。好，第二片的水，幫佢煸下來，酥酥嘞。這是有點照燒呢。大概其實就是黑，大概熱炒店或是都該用那個砂鍋底度，那個。第二片呢就撈大概嫩豆腐。全場疑惑哦，場內到場外都疑惑。因為我不知道那個黑馬嘅意思。因為用到大概像牛排它那個熱的那個鐵板上面，就是這樣。哦，這牛排嘅。好，第二片呢就幫佢煸下來。煨一下，對，呀，幫佢煸下來。按煸落去，伊會變軟聽咧。軟聽好啊，幫佢對，像吸附湯汁。好，第二片呢，電湯啊就撈一水嚟嘅太白粉、偏粒粉，好，幫佢勾芡。嘉榮你本身會煮菜嗎？每個禮拜會下廚一次。哦，爸爸會驗收。好，第二片呢，白胡椒粉，好一水嚟燜勾芡一下嘅。哦，所以可以是加下豆的調酒的鹹拍勾芡的粉。係。哦。好，第二片大概好九層塔。好，第二片呢好幫佢好做到有點勾芡的該口感就好了。然後最後再放點麵線嘛，哈。然後再放一點酸的東西。哎，不要哦。好，還有就好了。哇！鐵板牛柳的醬啦，應該上到嘞。好，調絲藕誒。按鈕就好食咯。真的冇男朋友嗎？還是有老公沒男朋友？因為有爸爸。你要結婚啦。
慢慢慢。那个有个紧张呢，这我都没有收到红帖，你哪一地？好，先本身支持不一嘅狀哎，態。厲害咧！大家應該冇食食過仔嘅蚵嘅吧？嗯，素的蚵啊，嗯，冇食過吧？冇食過，好，家就看下平常看沙沙了些，哎，这个触感还有，就是蚵哎，而且这个大小应该是广岛的哦，广岛广岛的，直送的，好大颗，特大号，很脆。哇！那地位豆腐完全会走出来会了。爆浆，嗯而且也嘅口感真件就是老蚵嘅 Q 樣 Q 樣，然後落去過後呢，嘅底度會內餡會爆出來，它个舌头地位，它就个闭起的切切。超軟軟嗬，當 Q 啊呢，你剛剛講兩頭垂是上面阿哥來講吼，非常的偏離，就是因為唔是用牙齒來咬，對，所以你看台煙蛇子哦，哇，這道菜可以做得好起來。比較有營養，一道菜吼，這道吼講起來，這像蚵啊，有冇？唔講啊，這了哈，像一道名菜啊，紅燒獅子頭，哎，炒，有點像那個味道，有沒有？豆腐丸子，哎，對對對。真嘅，哎呦，嘉榮覺得嘞？我覺得如果閉上眼的話，其實分不出來是豆腐，就是真的口感很像。味道味同槍，對，因為叫落嘅海味進去啊，海苔咯，海苔兩種哦，對不對？海龍王，其實仔蚵的哦，整個做落規則層次口感攏同槍，因為伊是先用的迄板豆腐，會有老水分傾出來以後，所以研究做出來的口感同槍蚵的，或再加上就會有加海苔，又加海苔醬去做，所以來吃到其他的規則做一個整個同槍蚵的，真嘅是值得學習的。好得佢冇挑戰做一個仔嘅龍蝦，龍蝦。哎，對啊，你有沒有試過還？蠻給你一個讚帖，好啊，因為給兩下蠻難的。輕刀動難，韓國嘅口感嘅動難。許諾嗎？可能小款呀。秀一下，秀一下。不要想到第10季哦。好啦，一個睇下片上嘅歌後呢，嗬，我開始來比賽，因為頭前呢1比1咯，馬上來進行水杯謎語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這等只聽嘅題目，第限定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家家拿出日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點上走咯。水杯謎語館咯，家家出好菜，而且呢，根本要拿出自家屋企嘅秘密武器咧，來看一下一個風吹有福哥，一個秘密武器係乜嘅？荔枝醬，荔枝醬係你家做的嗎？對，來去加州誒。你中西式都加會。州荔枝醬，你本身的跳路唔係講主持人嗎？你不是說你只有稍微做料理嗎？哦，因為這個荔枝醬它其實是可以直接吃的，然後像現在天氣很熱，也可以泡成飲料喝。哦，充氣泡飲什麼其實你的。懂會煮菜耶。這個好好期待一下。期待什麼？單身女士的料理。 OK。一個荔枝醬，爸爸有品嘗過嗎？有有哈，家用下嘅寶貝女兒做嘅荔枝醬，有冇帶來嘅菜娘係乜嘅？荔枝排骨，排骨，哦，就係那咧做排骨，係咪有啲像嘅糖醋排骨的感覺？橙汁排骨那樣子。現在就是荔枝排骨，本身就是那個荔枝，那個水部汁。冇問題啊，冇問題。好啦，水杯謎館有信心嗎？有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好，稍等下來看一下攬出嚟一片，但係呢個秘密武器係乜嘅咯？蓮藕漿，哦，蓮藕醬。哎，我沒有聽過蓮藕醬沒有哎，看過哎。因為蓮藕單純做個糖心的那種我吃過，我蓮藕就本身食起來係甜甜的，也係鹹鹹的。因為現在是蓮藕的採季，哦，要吃當季。對，那我們我們養用這個生要以當季當令為主。哦，對性體長為好，對不對？五行養生這樣。對，還有針對老年銀髮人，就是需要膠質的補充，所以我們做了2款都是有膠質東西，一個是桃膠，一個是那個珊瑚草。姐姐，那不便宜呢，桃膠哎。好，非常期待一下，等下我想來補充膠原蛋白的朋友，貴丸安用選。
哎，那里啊，连药种走出来料理，菜名按到嘛改。笑笑莲藕包，笑笑莲藕包，汤公那笑有好素该死哦，有酵素的这个成分都在地位。笑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是活性的，它那个水分子会震荡。因为现在人都没有运动，所以他吃了以后身体会增肌代谢。你完全让我躺着中枪呢。好了，不管要躺起来，我们等下专家的上课时间，大家一起听我引进来躺哦。水妹决冠，有信心吗？有信心，嘿，加油啊！你用组队跟准备好势，马上来倒算3、2、1，抢开始。走在开始了。都懂有故事，我们先来去看风吹好吗？单身女郎的菜来。好。有福哥，我会站在这边，我们是这样的哈。他们有跟我讲说不能超过这条线。没有，你去那边就好。有福哥，你真跟平常不卡都能住长船哦。哎，对，老板这班哈，很不像啊。嘉荣很有心，跟爸爸一起这样上节目。可以啊，跟栗子中用的粥啊。它是用新鲜的荔枝哦，然后我要有分2个部分煮。对，然后你们可以试试看，因为它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。会很酸吗？其实不会，因为我其实是有先煮糖浆，然后再做我们的荔枝酱。我是分2次煮，一次是煮荔枝的部分，然后另外一次是煮糖浆的部分，然后最后再把它混合在一起。好好吃，很甜诶。这真给懂后是嘞，这个拿来做个气泡饮超赞的。一冻妞诶，不拿来款它。也很妞妞哎，它是很有煮到很有胶的那种，那只会起宽它。你会不会吃我们太大口？我想师傅都是这样吃。我该只有尝个味道。等下，为什么会留下？这不是我的形象哈，这不是我的形象。哎，好香哦！真给浓厚色的。所以它没有加其他的。我在煮糖浆的时候有加蜂蜜。对，就是增添它的风味，所以它才会这样勾勾哎。对，哦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了。他现在要炒冰糖，还等一下我做嘛改，炒糖色。对，嘉荣很会煮菜耶。嘉荣真给某男朋友吗？还是有老公没男朋友？因为有爸爸，你要他结婚啦。忙啦，那有福哥紧张呢，这我都没有收到红帖，你哪里地？忙。你平常常吃到嘉荣走一锤吗？几乎没有，几乎没有，人生第一次。因为我们家都是爸爸在煮饭，从小到大每一餐。就要吃饭了啊，吃饭了，下来一看饭不好，他们就默默无语就走上去，菜不合胃口。那我们也知道啊，我们大概吃一吃就收。这么严格？哎呀，没有啊，他们有他们的方向嘛。对。你现在有在生气吗？没有。你是不是终于逮到这个对于就可以跟外界沟通的机会了？必须帮嘉荣讲一下，你看他。我先关火。给李荣了这节目嘅技术，主本爸爸学。没有，他不错啊。我是说回到家。他是说其他人呐，没有在现场的那些。你那个应该出风，可能要低温让他。要不要再一次？很怕。我们再一次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嘉荣刚刚听到爸爸以上言论有点紧张。对啊，嘉荣他不知道在讲谁。刚听了这个没有印象的故事，对，太认真。我们这边让你处理善后，我先过去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这个不要用了，糖带那么多。哎呦，这是挂包吗？来，敢美挂包？是啊。应该讲，因为走笑笑莲藕包，该包起来挂包。哇，要不要试试看？好啊，还七嘎周威吗？自己做的。自己做的，这是坚果类，还有那个莲藕。而且莲藕是好的淀粉哦。对。它高纤，对肠胃蠕动消化很好，这对老人家是很重要的。然后中间还有那个柠檬皮。对，因为我酱面包要给冻厚哎。其实这真的很健康哎，你看它讲到莲药、附胸火的甜，这没有人做。然后眼果就是刚刚坚果和附胸火的油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会对这些用膳的饮食附胸的了解啊？因为我肾脏病，然后我肾脏病就是因为吃的问题，所以我现在肾脏病从根本解决，类风湿也没有了，所以我也希望很多人跟我一样，以后都没有疾病。我现在身上完全没有任何疾病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们就要来推广诶。哎呀，莫怪是可以学像大家学个酵素饮，
对，DGI 饮食，对，而且是有带氧性的。椰糖哦，它是世界现在有公认，糖是疾病的元凶。没错，吃太多糖，身体会很容易氧化。兆明哥呀，特别标 Loki 嘅这些果干呐，也非常厉害耶。你还蛮改？那大家小改一下，那个是这个是什么呀？海藻吗？那个珊瑚草。对，这个是可以生吃的吗？珊瑚草有的人凉拌了，那这已经开水烫过可以吃。就是那个海蜇皮是海燕窝，这不是海燕窝，这是素的，没错，它是珊瑚草，对，它是胶原蛋白，对，老人家银发族很重要。来，欢迎各位。你们那边都会注果胶吗？对，苹果要有果胶哈，它对那个健康比较帮助。一般我们吃苹果都吃生的，那其实像有些东西生的营养跟熟的营养是不一样的。就是假使你讲血上哎，血给它维他命 C 跟 E， 但是如果应该血很熟头哎，是吃它的果胶。对。然后像我们今天特别用这个山药有2个颜色就抗氧化，然后也是有胶质。我们强调的是胶质，因为针对银发，现在是银发的世纪。膝盖还有胶原蛋白、钙质啊补充。就很暧昧啊，看那个膝盖还唔好，给他们大家礼拜去打那个玻尿酸落去，第膝盖长得在夯路。但其实靠奥运选手啊，一定的。但其实食补没动喉。但这一道好像是全部是素的。对。但是那个我们轻食是未来世界的潮流。而且未来粮食危机也是很重要，因为唯有蔬食哈，它会生长速度快。我觉得你是来自于未来在警语我们的。对。我跟你说，他是超认真的选手。对，导演，他听说之前我们录影，他有来观摩。哎呦，现在都走过。体检周围压一德做了好几次。做了7次，7次 ，Lucky 7，因为我们1周是7嘛，而且 Lucky 7就像他说的，所以我希望健康带给大家健康快乐就是幸运。好，姐姐，我们这个长豆滚呢，下一步系嘛改？就是捞起来。了起来。那等一下我不应该熟透，因为刚刚姐姐贴片就让我讲，等下煮不浓应该学的，所以一听爱熟透。前奏厉害，我们等下再回来。可以，我帮你准备盖子。说不定回来他们又年轻5岁了。不哟。他们这边 DGI， 等下认不出哦。对，那我确认一下名字，名牌一样就好。荣敏跟赵敏 ，OK。那你留在这里，因为你最需要。等下我会变不见呢，因为他们同步降20的话。那你也不过才20岁而已。他们都可以。嘉荣，我可以偷偷看里面吗？可以呀。是锅子里面。这里。哇哦，那个是排骨吗？对。然后不好意思，我超过红线了，但是因为这太香了。现在在走开。那个排骨在最后选部分是可以脱骨的耶，你们有特别去选那个部位，对不对？紫排吗？我今天有特别选那个大小一样的排骨。对，这样子等下大家吃的时候比较方便。你真的是被主持耽误的大厨师耶！他主持也很厉害啊，没有被耽误。对啊，因为只有奶凤棉的主期啊。都有，像一般记者会或者是活动赛事那些都有。好的，你还懂南浦走些，不然我们会 motel 路线。煨大概多久呢？要给它收干吗？我现在最后在做一个收汁的动作。对，那种拍骨咯，一煮吼，根本煮到那个柴涩涩，它是越煮会越嫩。爸爸算是很尊重哦，都完全不敢靠近。爸爸，你要心情用哎。很高兴，很快乐啊！干通哦，终于有一餐不用他。嘉荣，你自己过来，我可以帮忙。加油吗？采光跟鸟仙呢。张国谦滚回来。手机4条头就。爸爸，你知道那个打报警的时候啊，要打只要110嘛哈，帮我打。You are what you eat 哈。那我应该常会变汉堡啊、炸鸡啊，没有，会变芋头。还有榴莲。爸爸，你要心情用哎。很高兴，很快乐啊！干通哦，终于有一餐不用他煮，终于等到这个时候。然后他想说晚餐由我给修了煮。啊，你这个是待会要拿来当捧花。嘉荣，你自己过来，我可以帮忙，没关系。加油吗？采光跟鸟仙呢。张国谦滚回来。手机4条头就。爸爸，你知道那个打报警的时候啊，要打只要110嘛哈？你觉得可以吗？试一下味道。吃一下米头啊。爸爸让你吃一下米头。
会不会很烫啊？给它呼一呼。可以，可以啊，我们你可以怎么对我们讲？有一点点。以你的标准，有一点甜哦，但我都盐呀嘛，该吗？但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要吃荔枝的香气，哎，吃手的，做得来，哇，因为你是荔枝的甜嘛。冇问题，哎，冇问题啦哈。好，那等一下就来做摆盘喽。好，这个笑笑莲藕包。对，这个是那个蔬果类的，就是因为大家喜欢吃下午茶，然后配合我们的那个茶饮。哎，刚才那个茶饮有没有？对，开场的那个茶饮，等一下做的 Q 哈手着，对，就是配合茶饮用的。然后这个是可以当早午餐或下午，就是温沙拉。哎，对，宵夜啊什么可以吃，这样了解。负担好少啊，吃这个，然后这些东西。它身体不会有负担，而且就甚至糖尿病都可以吃。这个料跟这个料还冇穷用呢哈，一样。那个风吹头怎么跟冇尬上？因为你打扰它了，它是没有办法一心多用。继续。第一步挑母衣就是哪一种呢？对，一边包在这里。里面的那我们最主要，我们调味已经调好了，刚才是什么？就是酱油、糖啊，一般的这样子。清简单的。对，简单的料理。对我们没有特殊。对我强调的是原食物。食材的原味，错。好，用夹起来，哇！兆明哥先开试吃嘞，先开动了。我也想先试吃了。厚色吗？厚色，轻厚色的哦。这道菜哈给大家的寓意很深刻，除了不抬杠看得出饮食的重要性之外，还可以知道说身体健康哦，从哪为了快去选。其实很多人会觉得饮食而学到控甜为好选，姐姐就是来颠覆大家的认知的，黑吗？是。你生嘛下来就会本身体变做嘛用啊 ，You are what you eat 哈。那我应该常会变汉堡啊、炸鸡啊，变芋头，还有榴莲。好，先不一走一下哦。好了，你来倒算喽。天草马上来倒算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来吃看那最杯米馆，乃不开米时刻站到喽。哇，先本期改一个重磅鼓励。哇，我们先从红队开始来吃好不好？好。荔枝蜜排骨，该不会还很贴心帮我们去骨哎？哦。我吃到嘟好啊，刚好有福哥吃到讲甜甜，不会啊，我觉得刚刚好哎，而且吃得到跟荔枝的香气。你们可以去卡煮的那个荔枝汤，我说吃那东西时，你有没有发现排骨变得更嫩？你给荔枝它就有那果糖嘛，果酵素这样。因为一般大家吃到的都是照烧口味的，然后我想说6到8月是荔枝的产季，所以就融入一些当季的水果。这个好吃吧？对。兆明哥，好吃吗？来看吃香香的，好吃啦哈。这是来甜甜的，我吃过甜以后呢，大家来穷下来用膳一下，我们来一起养生。你看举头功非常的清爽，你看有福哥的吃的样子就是哇，极好吃嘞。而且刚才哈，这4代还去乱讲。第二用讲的用膳的讲法哦，那芹菜公公哦，这个都是有申请过一些认证的。吃下去的是满满的健康。错。对，黑公，你担心有一些淀粉的话，没关系，你就会磨一次挂包，里面做的了粥温沙拉，你会自然的。今天呢，品尝到的人都是有福气的。对，都是有福的，有福哥。对啊，我倒台最美，来煮它好口呢，很有福呢，稍来看呢。紧张的都带亚个成绩很用班的隔壁师傅风水抢不分数。恭喜！蓝水抢不分数。师傅先来。先讲风水那边，给排骨做的冻嫩，你要吃到。像个冻甜，但是其实也没冻甜，我建议讲可能少冰样东西，比如柠檬汁。哦。青后背全部装好的，放起来时，青后背再冰一些柠檬汁，有一些果酸，就不会所以的像个暗甜，其实也没甜。不会只有单纯一个甜。对，就变成不会只有单纯一个甜。南队这边那个规则做的全部是养生的，所有的食材都懂用心。
吃到那个挂包皮太硬了，中硬一些的。那不是我们的重点呢。没有，我觉得凉掉了，可以有改进的空间，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来谈看一下阿吉师傅。哦，风推料片呢，其个底度个酱汁我自己蛮喜欢的，像我刚才呢就捞了个花椰菜，帮你沾一下那个酱汁，哦，其个果香就有出来啊，香味就有出来，是都懂好吃。啊，蓝推料片呢，就师傅刚才讲的啊，那个挂包就稍微康硬一些的，那我觉得都得捞一下那种什么全麦面包啊，可能比较健康，或是亚麻籽面包啊，其实呢蛮懂好吃的哦。根本你啦，做料理有一些大众就会讲，蓝队刚才跟我挂包，可能下一次我觉得可以换成我们上次是做春卷。春卷没做上次本来是做春卷，没做对，但是呢，睇起来都会老鸭牛的概念呢，养生的概念，然后给好转一样呢。好，比赛成绩已经出来，马上出来颁奖嘞！耶！因为呢，睇起来当优势路哦，成绩已经出来嘅，风吹总共得到嘅係6分，藍吹得到嘅係5分，先來恭喜風吹得到3000元嘅價彩金提名哦！恭喜恭喜！稍後咧，看下藍吹嘅票得到嘅禮物非常的好，記得得到係經典亮菊礦石不沾鍋具組。三家都係你得嘅，冇少好哪了。兩組都當歡喜哦，先來看一下，其實呢，都係順豐嘅加肉金，單價顏值高，而且呢，素衣又暗厚。分享一下這次參加的心得。覺得今天最有意義的是可以跟爸爸一起參加，然後原本爸爸一開始是有一點拒絕我，然後一直提議其他的人選，但是我就是想要跟爸爸一起。我們請過先有嘛哈，以後有機會有嘛哈，多多弄木卡也有嘛哈，去參加一家之主。太開心了，因為呢要給嘎吹給們就可以變爸爸的生日禮金。然後嘉榮可以再加一個0在後面，爸爸更開心。加2個也可以，動就戲嘛，當衝南浦還用拼動狗了，那爸爸狗上耶啦。那我們這邊的姐姐也是有心代表哦，給緊緊哦，讓大家一家子的節目哦，變做了養生課程。今天有什麼參加的感想呢？參加的目的是在於能夠將一些健康的理念傳達。希望今天是 DGI 飲食的創始日，這是我很在意的一件事。我希望完成這件事，從台灣開始到全世界。姐姐，你跟我們分享的這些知識，真的可以幫助到很多人。冇錯。看過你阿攝嘅朋友，一定係認為你兩家做嘅菜對身體有所改善，一定你係最重要的事情啊！真嘅，而且呢，兩組來參加哦，真嘅都對比賽和自家嘅理念呢目標懂清楚。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哦，做料理是要真心來做，用心來做，一定做得做得出感動人心嘅料理。係啊，無論你係福卡人嘅愛，也係對世界人嘅太愛，都非常歡迎所有有愛心嘅朋友，共下來報名參加一家之主了。歡迎你來到一家之主，來到特別分享你想法當中最讚到嘅有人情味、有想法嘅料理，帶你來報名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大家拜拜。